即係細細個到大都喺度長大。攞咗啲文件啊，同埋有啲表量嘅貴重物品咁樣咯。大概用咗幾耐時間啊？上樓我哋都係3個鐘，因為我間屋真係燒到乜都冇，所以冇乜太多嘢可以執，所以都夠嘅。你滿唔滿意呢個流程啊？滿意啊，好流暢係，好多機構好似有關愛隊啊、民安隊啊、類似警方啊咁，佢哋都會 take care。我哋上去之前，我上去或者落到嚟嘅時候，佢都會即刻會有一紮人圍住你啊，幫你除呢樣啦，幫你除呢樣啦，跟住。我哋係4樓，都係啲同太太以前遺留落嚟嘅東西咯，即係啲紀念價值嘅嘢啦。平常心啦，平常心，始終過咗一段時間，自己都調節過。其實成間屋都燒晒咯，因為最大問題就係冇閂窗，啲火入咗嚟。咁入咗嚟之後，咁啊有啲嘢木嚟噶嘛，咪燒到個地板都有，咁啊一全開晒咯。冇乜拎到噶啦，其實都係即係望一望即係紀念下就走啦。